蘇志晴、蘇晴同埋阿毛嘅故事，無論喺香港嘅娛樂圈入面定係出邊，都引起咗好多人嘅關注。尤其講到愛情入邊嘅堅持同埋分手。今集我哋就借呢一個公開事件，唔係做八卦分析，而係從愛情心理嘅角度，一齊探討現代愛情遇到大難關嘅時候，到底我哋點樣平衡自己同埋對方嘅人生。大家好，我係你嘅巴達威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好現實嘅愛情話題。當你另一半突然遇到人生好大嘅變故，例如嚴重受傷，例如長期康復，你又會點做？你會選擇死守到底，定係有條界線適當放手？舞者李啟言，亦即係簡稱嘅阿毛，佢2022年 MIRROR 紅館演唱會入邊發生咗嚴重嘅意外，佢至今都仍然喺呢個好漫長嘅康復道路上面。佢嘅爸爸李盛林牧師每個星期都透過代禱信交代阿毛嘅進展。最新嘅進展就係話阿毛而家識得努力去學習操作電動輪椅，進步好多，同埋佢慢慢識得控制輪椅嘅速度、節奏。而 COLLAR 嘅前成員，亦即係阿毛嘅女朋友蘇志晴，亦都有繼續被 like 為佢打氣。但係眼靚嘅網民就發現，咦，蘇晴 IG 嘅自我簡介入邊已經移除咗男朋友阿毛嘅社交賬號。雖然阿毛仍然喺佢嘅追蹤名單入邊，但係都開始惹嚟分手疑雲。而且蘇晴 IG 置頂嘅3條片已經唔再完全係阿毛嘅跳舞片段啦，由3條變到得返1條。另2條分別係前年喺西班牙影嘅旅遊照片，同埋佢自己排舞室跳舞嘅片段。到最後另一邊，阿毛亦都移除咗前年聖誕節同蘇晴放閃嘅短片，所以唔少嘅網民都認為，咦，似乎有分手嘅跡象喎。對於呢個分手，有啲人就話：哇，蘇志晴你真係好偉大，係真愛嘅模範。亦都有啲人話：喂，仁至義盡啦，係時候 move on 啦。聽落去好似祝福，但其實亦都有啲任務完成 mission completed 嘅味道。會唔會淡化咗當事人嘅掙扎？我哋今日就拆解下，其實喺呢啲眼光嘅背後，係咪真係幫到人？愛情命題嘅第一就係不離不棄，到底要捱到幾準？首先我問下大家，咩叫做不離不棄？社會嘅眼入邊，蘇晴，哇，又煮飯，又去到醫院，佢甚至乎放棄埋佢嘅事業，原本佢係 COLLAR 女團嘅成員嚟，佢都甘願退出去陪伴個男朋友去康復。好多人話呢個係一個好完美嘅示範，但係其實心理學都話俾佢哋聽，長期照顧者可以有 burn out， 即係照顧者疲勞綜合症。可能話吓，唔係嘛，佢又唔係病人，點會病啊？其實真係會有唔舒服，會有辛苦嘅。照顧者有陣時望到個傷者，佢遲遲都未康復，佢嘅壓力其實係可以大到佢自己情緒崩潰，甚至乎身體出現問題，以致有啲人會迷失埋佢自我嘅人生。諗下，如果你係蘇晴，
每日都要面對住阿毛咁樣傷病在床，每個禮拜都要聽醫生嘅報告，每日都要陪住佢去做復康嘅訓練，再加上經濟壓力，又面對住網上眼光，你又可以撐幾耐？有啲研究顯示，照顧慢性病伴侶嘅人，其實抑鬱嘅風險高普通人2倍以上。當然，我哋唔係話蘇晴有抑鬱，但係我哋都要關注佢嘅心靈健康。愛情其實唔係單方面嘅犧牲，相信阿毛都唔會想蘇晴咁辛苦。我哋都可以諗下，真正嘅不離不棄唔應該係死守去為咗自己，而係兩個人都努力去維持住生活嘅質素。如果蘇晴最後回復開朗，可能就係學識咗呢點，愛佢，但係都要愛自己。所以假設佢真係分手，唔代表佢唔愛阿毛，但係其實佢亦都要愛下自己。我哋都要問下，如果我哋另一半殘障，我哋又可以捱到幾耐？愛情唔係淨得幸福，亦都包含咗照顧。到底我哋有冇為後路去預備？第二，仁至義盡，到底係讚美定判刑？網上好多人話：喂，蘇晴都仁至義盡啦，聽落好似好肯定佢付出咗好多，可以安心走人噶啦，咪同阿毛 say bye bye 咯，揾個另一個啦。但係仁至義盡呢4個字其實好微妙嘅，有啲人覺得係解脫，有啲人就覺得係你做夠晒義務，冇再拖泥帶水啦。喺愛情入邊，分手或者轉變關係，從來都唔係簡單嘅事。尤其遇到意外，雙方嘅角色都大變，一個變咗做病人，一個變咗做護工。外界一句仁至義盡，好易令當事人內疚，佢覺得自己唔夠義氣。心理嘅專家話，其實健康嘅分手可以係成熟表現，唔代表失敗。蘇晴嘅故事提醒我哋，愛情唔係合約，付出冇話固定嘅分數嘅，唔好被外界嘅目光影響，因為外界目光好易變成一個枷鎖。我哋又有冇諗過，如果我哋係阿毛，我哋又會唔會想女朋友永遠咁犧牲？我就躺喺張床上面，佢永遠照顧我，定係其實都希望我嘅女朋友蘇晴都揾到佢自己嘅快樂？所以仁至義盡呢個字到底係祝福定壓力，其實都好睇我哋點樣解讀。而更加核心嘅問題就係，當大變故嘅嚟臨，我哋到底係要死守定係放手？我哋點樣去衡量？好多人幻想真愛就係無論點都唔走，但現實有陣時都好殘酷嘅。阿毛康復咗3年半啦，佢嘅事業就當然完全停擺啦，冇辦法重返舞台，生活亦都好依賴人，好需要人去照顧。蘇晴亦都陪伴咗好耐，但最後其實蘇晴都可能要諗我哋嘅未來，我哋嘅未來到底點㗎？我哋嘅將來點算啊？心理學都要講，愛情其實要平衡忠誠同埋自我實現。如果盲目咁樣死守落去，可能變成咗一個互相嘅拖累。放手其實都係畀對方空間去康復。蘇晴退出咗 COLLAR 女團之後，佢都有做返自己，可能都係呢種智慧。愛過，但唔等於綁死一切。
大家都諗下，如果你中咗1億嘅六合彩，但另一半要長期病，我哋又會唔會全職照顧佢？定揾社工分擔責任，俾大家都有出路？愛情唔單止係一個童話，亦都係兩個獨立嘅個體一齊成長、一齊尊重嘅階段。蘇晴絕對值得尊重，佢一直以嚟嘅犧牲，一直以嚟嘅付出，都好偉大、好專一。但始終佢同阿毛未結婚，到底佢係咪要死守落去？到底如果你係阿毛或者蘇晴，你又會畀自己幾多時間再堅持？你又有冇試過為愛情去犧牲？歡迎大家留言分享，探討真實嘅愛情。